发现我来教会那么久，好像真的没上台讲过什么见证这样，就是谢谢传道给我这次机会，因为我本来礼拜六说我没有要来，因为我可能要参加礼拜天，我礼拜六想去烤肉，然后传道说，明天还有机会烤啊，结束后再去烤啊，然后就很温柔，我就被打败了，对，然后对我今天能来做见证是上帝的恩典这样子，然后我要说就是从我小时候开始，然后我们家就是传统的拜拜家庭这样。然后小时候的记忆犹新，就是你只要出去玩，就一定是要去拜拜。然后我爸他小时候的那个香，然后出的打一个，对，然后他们就是一定要去拜拜。然后我觉得家庭真的是影响我比较深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我爸以前就我，怎么讲，他是个很严厉的爸爸。你们可能现在看不出来，他好像就是很好。对，我觉得他以前就是。他有一个很大的肩膀，然后可以让人依靠他，但同时他也，很严厉。他可以让全家人依靠，但是同时他会让人产生惧怕。因为他常常板着一个就是很严肃的脸孔，然后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会马上变脸，然后翻脸就跟翻书一样之类的。然后我妈个性就比较温柔，所以她常常就是会去求神明保平安啊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妈妈就是扮演了一个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角色，对，我就觉得她好像在旁边就是支持爸爸，然后拴住整个家庭。可是，我觉得虽然家庭的氛围是和乐，但是感觉少了一点什么。就我爸小时候，他还没信上帝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是就虽然家里都不缺，然后事业做很大，我觉得，可是我爸比较常就是喝酒抽烟，然后他常不在。然后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我小时候记得很清楚，是我妈只要跟我很晚，大概8、9点的时候，她就跟我说：“爸爸今天有喝酒，那你自己知道要赶快去睡觉，就是反正你假睡也好。”因为我爸会全部把小朋友叫起来，然后全部骂一遍，然后之后可能就是他自己起来也会忘记。对，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最清楚的是，我妈就跟我说：“你们赶快去睡觉，爸爸要回来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就赶快去睡觉。然后我姐她就拖到很晚，然后直到我爸已经进门了，然后她才赶快冲去床旁边睡觉这样子。然后她就在，我就想说奇怪，到底发生什么事？我就看她一直在偷笑。就我爸呢，就骂人，我爸就说：“子俊，你又在偷笑！”刚起来，他就把他那个臭袜子丢到我脸上，叫我现在马上去洗袜子。我记得那时候已经12点多，对，他就叫我去洗袜子。我就记很清楚说，我就很怕我爸。小时候我就觉得他喝酒真的就会很害怕，因为他常常就是喝酒起来他酒起来的时候都好好的，可是喝酒的时候就是常常就是好像就真的变了一个人，我觉得真的很恐怖。然后我们家最先认识上帝的是妈妈，然后我们小时候也会去参加儿童主日学，只是我爸爸他都很反对，然后只要在礼拜天的时候，他都一直骂我妈，他就说啊去那边干嘛，做那干嘛，就是又没有用啊，就一直骂。然后我妈以前是带我们去那个台北灵粮堂，就是有时候会从桃园去这样子，就还蛮长，因为不可能直接马上赶回家。然后我爸就是很恐怖，然后就是他，因为他相信人定胜天，然后个性又很硬，所以还不可能。他当教会的姐妹，就是阿姨们或是叔叔，可能会传福音给他，但是他就觉得，他会让我们去教会。国高中的时候，他会觉得教会很好，但是他就是始终不会，就是踏进去就对了。然后有一次，我觉得是上帝在做工吧。他有一次在那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生意外了，他脚就受伤了，他就不能去工作，然后他在家里就是有点失忆了一阵子。我觉得我在那时候看到他的时候，他整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本来一个很有自信的人，然后他之后变得，就是可能他跌倒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就是我能感受到他的落寞，而且一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在他跌倒的时候，那种落寞就是可想而知这样。然后，因为他脚受伤不能工作，所以就有教会的，就我妈妈那时候教会的姐妹就来家里帮爸爸祷告。然后
爸爸就在那时候就感动了，可能他就是真的是吃软不吃硬吧，他就觉得说教会的我们，就是我可能他那当时觉得就是我们素昧平生，我们不熟，可是你可以这么真诚的关心我，我觉得这是教会，就是教会才会有的。对，我爸爸就觉得怎么会我们不认识，可是你却这样为我祷告，然后为我就是流泪这样子，然后我爸爸就觉得很感动，他决定要来试试看，他踏进教会试试看。然后他进了教会之后呢，他就真的就很奇妙，他就真的进来之后，他就真的改变很多，他就现在反而是他会催我们去教会，然后他改变的是他就是戒烟戒酒，他以前至少就是2、3包一天，就2、3包以上这样，然后他个性也就是真的变很温和，不会像以前一样就是动不动就，他以前很恐怖，我国小国中的时候就常被打，超级常被打，然后他喝酒完也被打，然后没喝酒的时候反正他不高兴就会打人，可是他现在他回家，就算他今天心情可能他遇到了一些挫折或困难，可是他还会跟我说，就是你要祷告，你要听，就是他都会跟我分享说他今天就算遇到了什么困难的事，但是他在这个途中还是有正面的，然后还是感谢上帝这样子。我就觉得说他真的就是改变了很多，然后也不会自怨自艾、怨天尤人，就不会抱怨这样，然后回家的时候也是就打起笑脸，对吧？然后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遗传到我爸和我妈就各自的优点吧，因为我爸他责任感强，然后我妈她比较体贴，所以我觉得我感谢我爸妈，就是他们真的迫切祷告，像我妈她为我爸祷告好像有6、7年吧，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爸会就是踏进教会，然后他会戒烟戒酒。因为我之前我们家就是在整理，然后就看到我小时候写给我爸父亲节卡片，就是每一年我们家的小朋友都会写说，就是希望你戒烟戒酒，希望你戒烟戒酒这样，就没想到他真的就有一天就是这样。那我在想，就如果有人就是你们当中可能家里爸爸妈妈他们还没信上帝什么的，我觉得那没关系，你要相信他有一天真的会来教会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这次见证，除了就是在讲上帝在我家的改变，还有我自己本身，因为我自己就是从小大概高中吧，我就做过很多工作，对，然后就是我在餐饮业吧，然后就鞋店、书局或者是童装啊，然后商店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清洁工，或者就是别墅的那种整理的我都做过，因为我觉得其实我。怎么讲？我个性就是比较不服输吧，我就觉得只要我能做的，我都会愿意去做试试看。这样，我觉得工作没有在挑的，只要我能够学到东西，我就会去试试。对，然后就是在我毕业前的一个工作是我在当那个就儿童茶叶店的店长，可那时候真的压力就很大。然后因为我也没跟我爸爸妈妈讲说我在当店长，对，然后我就那时候。我真的就觉得压力太大，因为我那时候边忙着毕业展边做那个，所以就是离职前1个月，我还就是想说我要再找下一个工作，可是我就有休息这样子。然后在那时候暑假，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就是有那个日本赈灾那个，可是我就觉得说我还没找到工作，然后就要我去赈灾，我真的就觉得我没办法去，因为要叫我去做就是去赈灾，可是。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工作，就是没有办法放下来心，因为我觉得我是那种事前规划好，然后我就会比较安定的那种人。我没办法，就是你就先去啊，回来再找工作。那回来我也不确定我没有工作啊，我就会很紧张。我没办法，就是这样。然后我妈就是要我就是不要有太多声音，就是要听上帝给我的，就是我要安静，然后去祷告，自己去寻求。因为照我的个性，我是真的不会去的，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没有找到工作，就会很紧张，对。然后我妈她就是一直就是要我顺服嘛，对。然后我觉得我去了我最后啊，我还是就是我妈就跟我说，那个阿伯就是文成长老跟我说我上了，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惊讶，因为我也是前一天才写那个自传，对。
然后我就没有想过说我真的会上，然后我就其实上的时候我妈他们很开心，可是我不知道该开心还难过，因为我就觉得我应该这时候去找工作，怎么会去日本救灾？我觉得。而且我那时候因为我自己心里很多声音，因为我就跟我爸说什么，我真的不适合救灾，因为我爸爸水灾也去过，我真的就觉得我不适合那个啊。我爸就跟我说，你要告诉自己，别人不行，你一定可以。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那么就是我觉得我不太出众的，就是也不是说出众啊，就是可能我就是体力真的没有很好，听说就是要一直骑脚踏车每天骑，我就觉得对。然后可是我还是就是去了，就是我觉得上帝的旨意吧，就是还是让我去了日本，对。然后回来之后呢，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祝福在我身上，因为我回来之后呢，我还是，其实我下飞机的那一个时间，我在飞机上我就开始想说，我回家要赶快打开104找工作，对，因为我就想说不能没有工作，因为我有点工作狂。我就不能没有工作，然后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后来我有仔细回想，就是我在工作那段时间，真的都是比较少来教会，因为我做的是服务业，然后礼拜六日一定都是最忙的，因为我们还有那个就业绩的压力，我不可能礼拜六日就来教会这样。但之后我觉得这是上帝的安排，就也让我去了日本，然后回来就自己。有思考一段时间，虽然在飞机上的时候还在想说工作室，可是后来，就到家之后我就想说，我心一定要安定，因为我爸妈常告诉我，就顺服就蒙福，我自己也觉得我应该要安静下来，去思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工作，对。然后在我这段思考的时间的时候呢，我其实就是还要找一些工作，可是我觉得那些工作可能就是。没有很怎么讲，就是让我觉得我心灵上好像有一些空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还是就是有去做，就是我前面有找一个工作，对，也是属于小朋友的部分。然后在我工作的第2天，然后那一天是礼拜六，然后礼拜六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啊，那个慧清姐姐。就是跟我讲说，跟我妈妈说，在那个桃园有一间国小在找那个代课老师这样，然后我想说，代课老师怎么会跟我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应该没有那个能力，我自己在想，我觉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做那个啊，那个大家都一定是，就大家都很厉害啊，我怎么可能去跟那些人竞争？而且我也不是就是教育就是大学或什么就是体系的。对，然后我妈就说你就去试试看啊，就一直叫我去试试看。我就心想说，我现在都已经有这个工作了，虽然这个工作目前还没有让我很喜欢，不过我觉得就是我会觉得说，工作谁会一开始就喜欢的，一定要慢慢自己去适应环境。对，然后我妈就是说，那你也去试试看这个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不好？你怎么知道你自己不会上？可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心里很多声音。然后我妈就是要告诉我说，就是顺服你自己，跟上帝祷告，听上帝的声音这样。对，然后结果在礼拜六那一天，我就知道这个讯息之后，我那一天一整个晚上和我爸和我妈就在祷告这件事，因为我妈就是希望说我还是能够去那间国小看一看，因为是那个慧清姐姐透过一个主任，那个主任有打电话给她这样子，对，然后那个主任就是。因为就是主任在找人，然后结果礼拜天我就想说，礼拜天我不可能去找那个主任嘛，因为那个主任只留了学校电话，然后学校礼拜天是放假的，然后我就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想说，可是礼拜一我要上班在我礼拜一的话，我怎么去打电话给他？那我怎么去马上去面试啊？怎么可能？因为礼拜一就还要上班，而且我们那个上班时数很长，就9个多小时。对，然后我妈就说，那你今天就请假好了，礼拜一就请假，然后隔天早上我就请假，然后我就打电话到那间学校去找那个主任，结果主任就跟我说，那边的老师就跟我说，那个主任今天请假，而且这个老师是明天就是截止了，就是不对，是今天就截止了，所以如果你今天
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没找到主任的话，等于这个机会就是没有了。然后我就想说，好，负责的主任今天请假，所以等于就是这机会就是可能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就没有了，那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刚好碰巧就是主任请假。然后我那时候是早上大概8点多的时候打电话过去的，然后结果我11点的时候，我爸就说，我就跟我爸讲这件事，我说机会已经取消了，就是没有这件事这样，所以讲我们不要再就是抱着希望。然后结果我爸就说，那你就再打打看，说不定又会有啊，说不定他会打回来，说不定他会对。然后我就说我又没留电话，人家怎么会打回来？结果我就再打过去一次，我就留了电话，然后就是谁知道下午的时候，那个主任就突然回来上班了，然后主任就打电话给我说，希望我晚上过去，就是下午过去面试这样。然后他就跟我就是很简单的面试了之后，他就觉得有符合资格之后，他就跟我说，明天就要考试了，那你明天来试教吧，然后来面试试教吧。我就想说，就是一切也太赶了吧，突然叫我明天，然后就要去试教，然后叫我做面试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超级紧张，为什么就是时间都很紧凑这样，然后结果隔天就去了，然后呢，就我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准备了试教面试这个部分，结果就是上帝奇妙主就让我打败了一些很资深又有经验的老师这样子，对，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因为我竟然会打败一些就是很厉害的老师，我自己也没想到，因为我在上台的时候很尴尬，但是额外讲就是我教了一个课就是我选最简单的一个单元叫做就是要爱我们的家人。然后我就上台放那个 PowerPoint， 就谁知道他们 PowerPoint 有点坏掉，然后下面我以为会试教的时候我以为会有小朋友，就是6个老师和2个就是教育人员在下面看，然后我上面带他们还要唱歌，还唱那个诗歌《爱我们的家》，然后下面的大人根本不会跟着我一起唱，我就顿时进去看到傻眼，我还要带唱歌，然后我就自己在台上干唱了大概快5分钟，我还自己在那边做手势，我还说小朋友来，你们唱得好棒哦，然后下面的老师就一直在下面偷笑，我真的很尴尬，我真的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就是其他老师就是带了一堆就是教材，然后还有那些东西，我就偷偷的瞄一下他们试教，就是在上面试教，我就偷偷看一下，就我就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我就是不知道。可能就是真的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就是真的能够打败那些很有经验的老师，我觉得很厉害。就是上帝真的是很奇妙的主，就是我们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一些事情，要听，就是安静下来听上帝的声音。因为我常常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对吧？就我相信，如果不是上帝的话，我就不会成就这些事情。因为我爸爸也会常常跟我说，就是要祷告，然后像我如果不是我爸妈就是这么包容我，或者是我爸妈就是也是会一直祷告说，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家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再回到教会这样。然后我是觉得，我晓得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因为上帝的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好，然后也透过这一次。就是去那个福音餐会中啊，就是那个什么板斗的福音餐会中啊，然后让上帝在见证，就是让上帝就见证他更多的慈爱，对，然后我要讲这次的见证荣耀上帝，就这样子，谢谢。